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汽车消費。自從2026年以來，這個汽車行業就遭遇了當頭一棒，也就是整個汽車行業的銷售是急劇下滑，甚至2026年中國車市它的下滑被嚴重低估，也就是它的影響。乘聯會公布的咱們5月份的汽車銷售數據，我們可以看到1到5月乘用車累計零售717.8萬輛，這個數字看上去不少。你想，咱們5個月國內賣了將近718萬輛，但是你跟去年同期一比，差距就出來了，同比下降19.7%，兩位數下降，這就是斷崖式下跌。這是1到5月累計的。那麼5月份單月它的銷量是152.8萬輛，接近153萬輛，這個數也不少。因為很多國家人口也就這麼點，但是跟我們去年5月份相比，下降了22.3%。你看，無論是把前5個月加到一起，跟去年比，下降19.7%，5月單月下降了22.3%。那你說說，這是不是在加速下跌？它不僅是兩位數下跌，而且到了5月份還加速，所以這個車市的嚴峻情況已經被嚴重低估。短短5個月，市場需求蒸發接近200萬輛，相當於5個月跌去了加拿大1年的汽車銷量。這個絕不是什麼正常的波動，什麼周期，這個是一次斷層式下滑，而且越到5月份下降越快。我們說的是內需這一塊，在國內賣的車，但是如果你要把咱們所有的新能源汽車還有油車，它的產量、它的銷量加到一起，你還看不出有多大的下跌，下跌的是個位數。根据中國汽車協會統計口徑，咱們前5個月總的銷量只下降了4%。那有人就說了，既然國內銷量這麼嚴重下滑，那怎麼感覺車企還可以，沒有所謂的車企爆雷？實際上很多車企爆雷已經爆過了，很多車企已經關門破產重組。但是我想很多網友說的是頭部車企，比亞迪、小米，對吧？這些耳熟能詳的車企，但實際上比亞迪現在壓力也很大。根據市場公開數據，5月份比亞迪國內銷量為20.7萬輛，這看上去還不錯。國內一共是150多萬輛，比亞迪就20多萬輛。但是比亞迪它在國內的銷量跟去年比下降了29%，也就是比國內這個汽車銷量跟去年同比下降的幅度還要大。按理來說，這個龍頭企業一般的它下降幅度小才對，因為龍頭再差，龍頭也能增長，因為它一個叫什麼聚集效應是吧？或者叫什麼？如果用更接近終端的保險數据，就是那個上了保險的，那是真正的是賣給消費者了，在路上跑。其他的数據你很難，因为比如說他把這車賣給下面哪個什麼白手套公司，那公司把買去了，他也沒賣掉是吧？他就放在那兒，用的是銀行的貸款買的放在那兒。那你說這車你能算賣掉了嗎？我們說賣掉是把車賣給消費者，消費者再開，消費者花錢把它買走了，這才叫賣。否則其他的都不能叫賣，那其他的只能說叫什麼？叫做數據、做報表，各種障眼法，各種財技。所以說，那如果你賣給消費者了，那消費者一般都要上交強險、上這個保險的，所以根據保險數字相對比較準確。那麼1到5月份，比亞迪上保險的是62萬輛，比去年同期112萬輛，接近腰斬。當然我說比亞迪不是說只有比亞迪這麼嚴重，實際上比亞迪作為頭部車企排第2的出現這種現象，那說明其他的車企你即便好你也好不到哪裡去，你只能比比亞迪更差。這背後的信號非常明確，這不是某一家車企的問題，而是需求在系統性的收縮，也就是車賣不動了。我說的都是國內市场，但是比亞迪出口現在增長比較快。這個出口我們也說過，你無論是賣到歐洲還是賣到南美洲，你遲早都要碰到貿易壁壘，你賣的太多人家受不了。歐洲現在人家就開始在一起琢磨怎麼樣打貿易戰了，怎麼樣他也要加關稅了，這都是衝着新能源汽車來的。所以我們先不考慮外貿這一塊，就說內需，說說我們自己。
為什麼大家不買新能源汽車或者不買汽車呢？實際上不光是新能源汽车，这個油車更慘。根據財經網報道，咱們的燃油車零售份額跌至37%，這是6月11號發表的。你看他這麼說，從大盤來看，5月全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261.6萬輛和262.9萬輛，同比小幅下降1.2%和2.1%。這個數字看着很漂亮。不是漂亮，至少是沒那麼緊張。5月份，全國汽車生產了261.6萬輛，銷售了262.9万輛。看同比跟去年比，只有小幅下降1.2%和2.1%。但是這個都是財季，它這個產量261萬輛，銷量262萬輛。這個銷量262萬輛有多少賣到海外去了呢？這是5月份。那麼把前5個月加到一起，汽車產銷累計分別是1223萬輛和1220萬輛，同比降幅均超4%，反正沒有2位數的降幅，这只有1.幾、2%的降幅，4%的降幅，顯得看着還可以是吧？沒那麼嚴峻，但實際上它是包含了出口。即便這樣，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陳世華他說，雖然有收窄，但國內需求連續回落，仍超出預期。也就是你看大盤這數字看着還行，但是國內消費這個萎縮超出了專家的預測也就是警報拉響。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陳世華他說，好了，我們具體說燃油車。乘聯會的副秘書長崔東樹分析說，他說石油價格高企，國內需求不旺，油冷電熱成為焦點，其結果是零和博弈。其中傳統燃油車內銷加速萎靡，也就是傳統的燃油車在國內銷售內銷嘛，加速萎縮，已成為拖累整體零售大盤的核心因素。說來說去，我們內部消化，無論是電車還是油車都不行了，內銷是吧？市場消費越來越差。5月傳統燃油乘用車零售份額降至37.1%，但其單月同比減量卻佔到乘用車零售總減量的80%以上，拖累大盤走勢。也就是燃油車的下跌更狠，燃油車的下跌比電車還要快。為什麼呢？中東在打仗，油價在漲，那很多人本來是選油車的，一看算了，選電車吧。根據乘聯會統計，5月國內燃油車零售整體同比下滑39%，其中自主品牌燃油車下滑39%。主流合資品牌下滑41%，豪華品牌燃油車降幅達到了31%，均受高油價明顯衝擊。按理來說，你都開奔馳、開寶馬了，就不在乎那油價漲個1塊2塊的，是吧？但是現在偏偏奔馳、寶馬這一輛它就下降了，賣不動。怎麼買豪車的人也在乎那點油價嗎？這反映什麼問題？這都反映出這個消費在下行，大家能不花錢就不花錢了。螞蟻也是肉啊，蚊子腿上掛肉啊。6月10號，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中汽協發布數據顯示，5月國內傳統燃料汽車銷量65萬輛，同比跌幅38%。你這都是腰斬走勢啊！前5個月累計銷量417.7萬輛，同比下降24%，其中乘用車部分降幅更為劇烈。5月傳統燃料乘用車銷量僅為49.7萬輛。同比下降接近42%，環比下降3.5%，也就是跟去年比下降了42%，跟4月份比也下降了3.5%，也就是雙降，這屬於加速下行。反觀國內新能源乘用車，儘管同比仍有下滑，但環比增長卻高達15.6%至94.7萬輛，也雖然跟去年比還跌了不少，但是跟4月份比好歹還漲了一些。陳世華稱，傳統燃料乘用車的單月降幅近年來少有，連專家连中汽協的人都看了害怕呀，這種下降斷崖式。他同時指出，5月中國汽車市場延續了內需承壓，外貿強勁顯著特徵。你出口還是可以的，我剛才已經說了，中國無論是新能源汽車行業還是油車，它的出口這塊还是不錯的，而且整個行業它的生產效率啊，它的成本等等都還是不錯。但是我們說的是消費，国內消費一下就熄火了，確實讓人擔憂。中汽協的秘書長說，
行業運行面臨內需不足、成本高企等多重挑戰，結構性分化更趨劇烈。傳統燃油車市場的下滑正加速油電替代的進程。乘聯會分會分析5月國內新能源乘用車零售滲透率突破60%，達到63%，創下歷史新高。電動化替代速度超出業界預期。好了，剛才都是中汽協和乘聯會他們公布的官方數字。從這些數字來看，國內市場的銷售這個不容樂觀，不僅是不容樂觀，簡直是斷崖式下跌。国內市场可以說是垮了。但是相比较这些新能源汽车的銷量下滑，或者這個油車銷量下滑，更讓人擔心的是庫存。這就跟房地產一樣的，有大量的房子3年你都賣不完。那在這個汽車行業，燃油車的庫存是190萬輛，那什麼概念？說因為新能源價格，新能源汽车的卷大家都知道，咱就不說了，天天看小米、理想等等什麼极客是吧？現在市場面臨的更嚴峻的不是新能源汽車的卷，而是燃油車庫存積壓了190萬輛。這麼多庫存要銷售，那只能降價。燃油車接下來繼續降價，基本是板上釘釘。不是誰想不想降的問題，是庫存擺在那兒，這個車你要不把它變成錢，它就是廢鐵，它還佔地方。你的庫房你放哪兒？露天擺放它就爛了，擺個2年就沒用了。你放在車庫那得佔地方，它跟手機可不一樣。車停在店裡1天就是1天的成本，倉儲、資金、利息全部都在燒。尤其很多 4S 店表面上店裡燈火通明，銷售笑呵呵，實際上後面壓力特別大。當然了，這個汽車行業跟白酒行業差不多，也就是190萬輛車的庫存，不是汽車廠商在扛，他們只扛一點，更多的是經銷商在扛。中國汽車流通協會這幾個月發的庫存預警指數，3月份是 58.2%， 4月份是 59.2%， 5月份是 58.6%， 都在榮枯線 50% 以上。只要這個庫存預警指數高於 50%， 說明經銷商庫存壓力巨大，而且不是短期波動，是持續的難受。對經銷商來說，車不好賣，錢回不來，只能繼續想辦法降價清庫存。那麼降價情況是怎麼樣呢？我們看看乘聯會，就是官方給出的最新數据，2020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規燃油車出現降價，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3款。燃油车跟電車不一樣，燃油車它的車型能堅持2年，你這個電車1個月就出一個新車型。從這個降價力度看，燃油車的價格下調幅度同樣處於高位。今年5月，常規燃油車新車降價車型均價為 16.6 萬元，平均降價金額 2.5 萬元，降價幅度達到 14.9%。大家要記住了，燃油車的降價降了 15% 左右，平均降2萬5，就這樣它銷售還斷崖式下跌。問題就在這兒，也就是你降價的賣不動，這是最可怕的地方。我們說房地產的時候，你房子降價還賣得動，对不对？你那個地方本來是3萬1平米的，你降到2萬5，2萬5沒人買，2萬他就有人去買了，2萬再不買，你1萬8買的人就搶了，開始排隊了。也就是房子，你看降價能賣得掉，但是車子居然降價都賣不动。那我們再看這個車贩子公众號近日发布的一份豪华品牌主銷車型優惠行情，說的就是燃油車在車窗投下一枚深水炸彈。數據顯示，包括寶馬、奔馳、奧迪在內的傳統豪華品牌3巨頭主力車型的價格體系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鬆動。什麼意思啊？就是價格暴跌。先看寶馬，作為運動轎車的標杆，寶馬3系的價格已經變得非常親民。根據最新的終端行情，賣給消費者的新車寶馬325車型裸車價格已經到了 20.8 萬元，就是21萬都不到。要知道，就在3年前，寶馬535裸車價格普遍還在27万元以上，而動力更強的寶馬330車型，現在裸車價格降到了23萬元左右，落地價比幾年前的裸車價還低。更誇張的是，
入门級的 SUV 寶馬 X1， 其 2.0T 入門版裸車價格僅需 16.6 萬元。一向被視為大哥的奔馳，雖然價格體系相對堅挺，但降幅同樣驚人。有經銷商報價顯示，部分地區奔馳 E260 裸車價已降至 28.5 萬元，落地價在32萬元左右，裸車價正式跌進了二字頭。而曾經加價銷售的奔馳 GLC， 目前優惠幅度也達到了10萬元左右。至於奧迪，在降價這件事情上向來不手軟，奧迪 A4L 裸車價穩定在20萬元左右。你看 A4 只有20萬了，落地價在22萬元。如果說 BBA 的降價是割肉，那麼二線豪華品牌則堪稱骨折。以安全著稱的沃爾沃 S60， 其指導價 30.7 萬元，目前裸車價已經跌至 14.7 萬元，這就除以2了。這已經不是以價換量，而是直接放棄了與 BBA 正面競爭，進入了普通合資品牌的價格福地。這個跟我們剛才說的一樣，豪華車價格雪崩的背後是經銷商庫存高企和銷量持續下滑的無奈。蓋世汽車整理的數據显示，2025年對 BBA 來說是艱難的一年。奔馳在華銷量 55.2 萬輛，同比下滑 19%； 寶馬為 62.6 萬輛，同比下降 12.5%； 奧迪相對堅挺，但也下滑了約 4.9%。賣不動的直接後果就是經銷商資金鏈緊繃，為了活下去，經銷商只能選擇割肉清庫存。根據媒體報道，進入2026年2季度，為了應對庫存高企和經銷商盈利壓力，奔馳、寶馬、奧迪已經同步下調了經銷商的銷售任務，下調幅度達到了 20% 到 24%， 其中奧迪部分门店的零售目標甚至按7折來核算，調整力度最大。這種以價換量的策略雖然在短期內保住了銷量數據，但對品牌溢價傷害是長期的。當奔馳 E 級的價格不再端着，但寶馬3系成為年輕人墊墊腳就能買到的街車，其原本附着的身份標識和社会屬性正在被稀釋。而對於那些剛提車不久的老車主來說，新車價格的崩盤也意味着二手車殘值的進一步縮水，這個叫連鎖反應。 BBA 豪華轎車就這麼親民價，那其他的車它只能往下捲降價，其他的車都往下降，你反過來这又影響電車，你電車的價格降不降？所以你看這種惡性循環是不是？那這個剛才也說了，這種導致什麼？導致二手車市場也是崩盤。6月11號，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二手燃油車價格大跳水，有單車利潤縮水超70%，車商虧本甩賣。說做二手車10幾年了，這是我從業以來燃油車行情最慘淡的一段時間。在上海從事二手車批發生意的商戶王濤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感嘆，王濤主营本地車源收购，再批量銷往全國各地车商。4、5月本是常規淡季，今年行情卻格外冷清，各外地車商購買意願也不高。他坦言，現在市场陷入兩難，報價太低收不到車，出價偏高又很難轉手。近期我基本暫停收車了，先休息緩緩。記者實地走訪發現，當前二手燃油車價格普降，交易遇冷，經銷商庫存高企，盈利空間不斷壓縮。在新車價格內卷、新能源持續替代的雙重衝擊下，整個燃油二手車行情迎來深度的調整。豪車溢價不再，車商虧本甩賣。這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走訪了很多二手車市場，這個咱就不介紹了。这個記者說，價格跳水的同時，二手車市場人氣也持續走低。偌大的交易市场，前來看車的消費者寥寥無幾，銷售人員大多處於清閒狀態。有銷售人員表示，即便到了周末，客流也未見明顯起色，市場整體轉入傳統的淡季，說下半年可能會有所好轉。權威數據也印證了二手車市場的冷清態勢。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5月，全國二手車市場交易量為106.15萬輛，
環比下降4%，同比下降0.15%，交易金額有1050亿元，环比下降7.46%，市場活躍度明顯降溫，行情巨變直接壓縮了車商的盈利空間。記者走訪了解到，往年一輛主流緊湊型燃油轎車單車毛利可達7000元到9000元，如今同類型利潤普遍降至2000元以內，單車利潤縮水超70%。現在不少都是虧本在賣。我們近期新收的車輛，只需要有3-5千利潤就盡快出手，靠薄利多銷規避虧損風險。一名二手車銷售員向記者表示，也就是你看現在整個汽車行業從新車到二手车是吧，都在积压，庫存增加，周轉變慢，歸根結底就是賣不掉，就是没人買。說来说去就是那反過来它也会影響新能源汽车。今年北京车展首发新車暴增50%，新车是车型增加50%，单月70多场发布会扎堆开，也就是车型在不断的增加，一个月就有70多场发布会，新车啊。另一边，乘用车销量同比下滑超20%，4S 店堆满賣不掉的車，二手車市場也是賣不掉的車啊。這個內卷是不是加劇？很多人說車企腦子不清醒，盲目擴張，盲目內卷。實際上你也不能這麼說，這個就叫囚徒困境，因為他已經幹了新能源汽車，幹了汽車這個行業，他沒有辦法，只有悶着頭往下走。你是選擇被淘汰嗎？誰都不輕易這個叫輕言出局，誰都要堅持。現在新能源汽車新車型堅持不了1年，你這推出新車型，它就火個1年，第2年就沒人問了，你就推新車型。所以新能源汽車的二手車那就更慘，咱就都不介紹了。你要是新能源汽車，你去賣二手車，那比油車還慘。油車新車型出來慢，所以老車型保值還稍微有點保值。新能源是直接就死在新車上面，人家新車型1年出來一款。那接下來就說了，我們要聊為什麼這車賣不動了，消費為什麼熄火，就是問題在這兒，內需為什麼就沒了？實際上我覺得第一個原因就是產能過剩，這個大家都討論過了。我們的無論是新能源汽車還是油車，產能過剩，我們的產能如果開足馬力，1年生產的夠全世界賣的，就是全世界其他車商不要賣車，就我們生產的車能夠1年生產的開足馬力生產車供全世界銷售，也就是產能富裕，產能過剩，這是第一個。過剩就導致內卷。雖然我們現在在加大出口，但是這個我剛才也說了，你往哪個國家賣的多了，人家最終都是要關起大門來給你打貿易戰。那接下來就是內銷，是吧？我們國內自己，我們14億人，我們正常消費這個市場，那絕對是世界第一大車市。你想14億人，如果你有4億輛車，你別的不說，這4億輛車它正常淘汰，是不是啊？每年舊的車淘汰掉，要換新的車，那就這個量就夠我們吃的了，理論上。但是現在問題就出在這兒，這裡面就涉及了2個，一個很多買了車的人，本來他應該換車了，但是他不換；還有一些沒買車的，本來他應該買車了，他也不買。問題就出在這兒，一個是不換，一個是不買。為什麼不買？我們看這是權威數字啊，國內超28%的私家車年行駛里程不足5000公里。車輛全年停放閒置時間佔比高達95%，這個說的就是我。我的車1年恐怕真的是開不到5000公里啊，1000公里都夠嗆。我這車全年停放閒置時間99%，基本上就停在那不動。平均每天實際駕駛時長僅1小時左右。那你這個是一個平均數，那你以這個大家就會推算了，很多人就要算賬了。假如你買個15萬的車，家用轎車，你買了車之後，即便全年不開，長期停在車位，但是你每年那個車是要保養，要交保險，對不對？要停車費、車船稅，大家可以算一下，一輛15萬的車，你就是不動放在那兒，你1年至少要花7-8千塊錢，這都算少的。你車還有折舊，15萬的車，你每年折舊多了不說，10%甚至20%吧，折舊。所以說你這15萬的車1年損失就是2萬塊，就是折舊2萬。你還有固定支出8000，28000沒了。如果你花28000，每年固定支出28000，完了之後，
你每天實際上你開車就1小時，你一年開就5000公里，那你說平攤到每1公里你是多少錢？你這麼一算，你就發現我還是叫網約車不更方便嗎？我還不如自己開。尤其當經濟下行的時候，尤其當車已經不是人的這種身份標識，在10幾年前，你有個車你還嘚瑟得很，你要有個奧迪，那你還是成功人士，車跟身份有某種關聯，所以那個時候買車是一種身份標識。為了這個身份，我願意1公里多花5塊。但是現在這個車它已經不是身份標識了，大量的車出來之後我們也不認識，而且那車很多車你不認識吧，但是它挺貴，80、90萬、100萬的，很多你認識的車它已經不值錢了。所以說，而且車基本上都有了，車已經跟身份不直接对等了，不代表身份，你有個車也不代表你混得好，車純粹就变成一個交通工具。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那你在1公里多花5塊，你願意嗎？你肯定不願意啊！我情願打車，网約車隨叫隨到。所以你看，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是這個車它的賦予交通之外的這些東西被消解掉了，所以我們為交通之外付的那些額外的溢價，我們也不付了。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過去你為了泡妞，為了顯示自己有錢，你買個奧迪，買個奔馳。你現在開奔馳不代表有錢，很有可能你負債，人家還怕你，離你遠點。指不定你要跟人就是趁人不注意，冷不丁你要跟人借錢，你誰受得了？所以你现在你開個奔馳，人家離你遠一點，萬一要借錢，你看這是第一個原因。所以大家就要算賬了，就跟房子呢，以前房子有金融屬性，它一直漲，所以大家悶頭去買。現在房子金融屬性沒了，對不對？只有住的功能，這就是為什麼大家不買，不急着買，對不對？我不着什麼急。車更是這樣，它的象徵身份、象徵你的地位的溢價沒了，那我就不會為它掏錢。你買一輛15萬的車，你不管你今年動不動1年2萬8沒了，那你說2萬8，它每個月相當於2000塊，你說你打車你能打2000塊嗎？這第一個。第二個什麼呢？很多已經買了車的，按理來說他車開個5年，新鮮勁一過，他就想換車了。但是現在人不換了，為什麼不換？這大家都知道，勒緊褲腰帶。有很多人想把自己車賣掉，還換也要加錢。本來置換的這個群體他就不急着換了，本來他開5年換的，現在人5年不換了，8年再說，他就往後延看一看。本來你是開個20萬公里就要換的，就打算換一輛新的，現在開了20萬公里，你的很多油車質量好得很，尤其是 BBA， 尤其是日本車，它還沒壞，那我為什麼要換？要花錢。有很多人就接着開，他不換了，本来20萬公里他想換個新車的，不換了，所以置換的群体他就往後延。這是就像手機一樣的，本來手機1年一換，現在4年一換，有人5年一换，為啥？一個道理，省錢。車也是这樣，這是置換群體。那剩下的就是還沒有買車的很多人，這些人現在本來指望他去帶動銷售、帶動消費，結果這些人他也不買車。還沒買車都是些什麼人？很多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很多是農民，農村裡面的這些人一看，我現在工作沒定，我買個車幹什麼？農村的也是的，我買個車我1年跑不了幾趟。很多人有時候賺錢難，所以他把買車計劃也推遲了，等到我找到工作再說。有的時候等到我明年的談朋友，農村的就這樣，要相親了，沒辦法要買車，等到相親再說，那找到女朋友再說，等到相親對象找到了再決定買，對象還沒找到買什麼車？所以說新買車的這些人也計劃推遲，甚至有的人就不買了，買車也用不了多長時間。现在交通越来越发达，私家车使用率越来越低。第三个，本来是很多网约车、出租车要买车的，但是由于网约車已经饱和了，前不久是吧？深圳、长沙各地都在发出这个预警，网约车已经饱和，平均一天只有10几单。你想，你买個20萬的車跑網約車，或者你買個15萬的，我不太清楚。你那個車越好，你那個單價就越高。如果你買個15萬的新能源汽車，你跑網約車，好，你那車你每年折舊是多少啊？15萬的新能源汽車你買到手，第2年就變成10萬。為什麼呢？因為人家新車就降價了。剛才已經說了，新能源汽車它1年出一個新車型，新車就在降價。你這個車買了跑了1年，別的不說，新車已經降了，你不降嗎？你又降，你跑了1年還折舊，所以你15萬就直接變10萬。你再開個4年的，你這1年才掙多少錢？你第1年你跑網約車你賺不到5萬塊，平均只有11單，對不對？你一個月頂多到手8、9千塊錢，你再把那個充電的亂七八糟，
保險這些費用一去掉，你到時候能賺3萬塊不？淨賺3萬，結果你車貶值5萬，你找誰說理去吧？你還能跑嗎？跑不了了，对不对？所以自己买车跑网约車不合算了。当然了，除非你说我家里還用，我送孩子上学，这么乱七八糟，那就没法说了。如果你专门买辆新能源汽车跑网约车，已经不合算了。还有一种，我租车也一样，你去租车公司，人家贬值，他这些成本都会算到租車价格裡面。那你一天恐怕你要租車費就是300，我是舉例子。那你今天如果你跑不到300，你還是賠錢，甚至跑到300你也是賠。為什麼？你充電還是自己掏錢一樣。所以導致什麼？導致你看私人買電車跑網約車少了，什麼這個租車公司也少了，因為它不賺錢，飽和啊。租車公司不買車，私人也不買，所以這幾下一看，整個汽車是不是銷量就急劇下滑？這個跟我們過去幾年以舊換新，各種汽車補貼刺激也有關係，這叫透支，把需求提前透支了。你現在刺激只要力度稍微小一點，馬上就不行了。所以後面就會出現，你看今年就是斷崖式下跌，斷崖式下跌對整個汽車行業打擊是很大的。雖然現在外貿還可以，有的企業還能撐住。我在想，畢竟有很多企業外貿它不行，沒有外貿的，只在內銷的怎麼辦？他們只能加大內捲的力度，那就捲。所以一切在銷量暴跌的時候，那就是海水退去，誰在裸泳一目了然。這就跟房地產行業一樣，2021年恆大一暴雷以後，銷量直接下滑。有很多人不買了，一下滑馬上很多房企就暴雷，他賣不掉，房子賣不掉怎麼辦呢？車企也一樣，一旦車賣不掉，後面很多車企就要暴雷，造的車賣不掉只能降價，不降價它就是廢鐵，它降價回來資金照賣，接着降價賣，惡性循環。所以說1000到1萬還是我們的消費能力跟不上。本來一個14億國家的人，如果14億人都像美國那樣的消費，那你這是多大的一個市場啊？你這些車企都能養活，但是很遺憾啊，我們現在勒緊褲腰帶，堅決不花錢。剛才還沒說，你買個車你還檢測，每年檢測還要花錢，還耽誤時間，你說這叫什麼事？所以我認為這個汽車行業最困難的時候馬上就要到來了，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就會像房地產行業一樣。實際上在資本市場它的走勢已經體現了這一點。所以說你看那個無論是 A 股還是港股上市的汽車，無論是新能源汽車還是油車，你看它的股價走勢都是一落千丈，都是在自由落體。尤其很多油車已经回到了10幾年前的那個價格，股價跌回10幾年前了。資本市場已經充分反映，資本是最敏感的。這個汽車股票走勢跟房地產股票走勢一模一樣。所以說汽車行業的至暗時刻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到來，大家還是要小心。如果你跟汽車行業相關，跟房地產一樣，如果你跟汽車行業相關，上下游的就得小心了，該洗手不幹就洗手不幹了，該把賬結回來，你不要等到非要吃到最後一口，你被夾住了。在這行業的人，如果有機會轉行，那就趕緊想着轉，提前轉，有能力的就提前轉了，提前做準備。打算買車的也可以等一等，以後車會更便宜，對吧？我們聊這個目的就是讓大家要引起重視。你跟這相關的，如果你在做汽車上游的配件廠，那你就得小心了，你的東西送給人家，未來也可能錢結不回來。那很多汽車企業，很多汽車產業鏈上下游，它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怪事，就像那個房企搞集資一樣，到時候會出各種產品讓你先交錢，交完錢之後就怎麼有什麼好處，那你就記住了，這個差不多就是要爆雷了啊！房地產剛爆雷的時候，有很多專家說啊，汽車行業可以替代房地產。很遺憾，即便汽車產業能夠替代房地產，它也替代不了多長時間。你看看，還沒替代完，自己就不行了。我想大家記得，有很多專家說汽車行業會取代房地產，成為支柱行業，結果你還沒取代完，自己就不行了。說1000到1萬，韭菜沒錢消費。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